一幅幅贴上美景。忽然间看到熟悉的背影，就站在前面黄色公车亭，他的身旁站着一个人，拉着他的腰，悠悠轻轻。怎样的剧情突然上映？怎样的场景叫人伤心？他说他家里有事情，不陪我让我孤零零，却偷偷跑到西门町建立爱情。爱情的世界不能相信。是你，今天他打了电话来，告诉我昨夜坏心情，再一次深深伤害我爱的感情。路旁商店灯光亮晶晶，来来往往是蓝莓群群，好似一幅幅贴上美景。